哎呀，不是你光脚把人喊来，这没有跟咋当不了？对啊，蒙上眼吧。哦，蒙眼跳一跳挑战是吧？没毛病。哎呀，有难度，我喜欢。来，边叔，你先打个样，你甭管了，哪次不是我给朋友们冲锋陷阵呀？来，我来，为我呐喊吧！来，加油，加油！这一模没方向感。走。哎呀，没事啊。呀，还会，哎呦，这会玩，玩的腰嘞，那个。来了，一个腿不算啊，一个腿不算，腿不算，起，一个腿不算啊，叫你新规矩啊，新规矩。指望着哪？指望着哪？指望着哪？哎呦，这就算了。我的天！快点，快点！来，哟！哎呦，这个前面这个坑，我得使劲跳过去。哎呦，他进来了！你屁股去吧！哎呦，你看，叫他看完他过不去。哎呦，干嘛？你只要能过去拿着这个手机，我给你的奖励翻倍啊！嚯，这是你说的，我说的，来吧。哎呀，还笑话人家嘞！哎呦，稳当吗？啊！哎呦，稳不稳？哎呦，嗨，再让我来吧。哎，过去了，过去了啊，过去了！哎呀，手机，哎，手机，哎呀，亏了这班车。骗你了！苹果15左下角零元购，没坏是没电了。就你说，我左下角领的华为 Mate 60，才得劲无线充。我咋领不着？你咋领的？就点视频左下角没看见。光点有啥用？你得下载进去，上线就能看到。按我的操作来，看不见，直接现在看见了。苹果、华为都一人一台。哦，粉丝还领到了华为折叠换。哎呀，这是左下角厂商，怕有人没拿到，准备5000台华为X5折叠机做保底，先到先得。我玩不明白。比跳绳更简单，左下角直接安排了 AI 女仆代玩，跟着他的操作，配上手抽速门锁机，狂杀 BOSS，中上榜1，大哥就是你，还领着了，华为折叠机发货了，好，左下角玩，来呀，啊！哟，哎呀，姑娘们技能追啊！呀，等等啊，大刀好使。哎呦，你看弄的头发都旋弯了。怎么对呀？大刀好使！哎呀，来，我不说，好了，等等我，左下角领的华为X5送来了，这号码是啥？哎呦，左下角配套送的华为Mate 60快递单，看我推荐的下载绝对不出品，都自己验证过。哦，哎呀，来，坐，哟，俺厉害！厉害！我知道你。我穿着裤里这个。哎呀，两股！哎呦，都骗我了！你有信心吗？哎呀，他也过不去啊！哎呀，一点不好使，不好使！哎呦，一点不好使！他比你踢的好。哎呀，别慌！你看，别慌！这赢了呀！要喝！你看看我俩不玩？要喝！你看看吧，你看吧。哎呦，我去！这里。哎呀，还是来劲！哎呀，差一点点！哎呀，这是